因你的惱怒，我的肉無一完全；因我的罪過，我的骨頭也不安寧。詩篇38篇3節。我哋以為只要食多啲有機蔬菜、保健食品同埋養成運動嘅習慣，就可以擁有健康嘅身體。然而，聖經對健康就抱持住另一種觀點。起初，人類喺伊甸園同神一齊漫步嘅時候，並冇要保持健康嘅觀念。但係當罪闖入世界嘅時候，一切變得面目全非。聖經嘅健康觀念不在於飲食同運動，而係在於與神和好嘅關係。大衛使用完全嚟描述呢一場災禍，完全亦都係指健康、純潔、健全、冇瑕疵、道德高尚。當罪進入我哋嘅生活嘅時候，攻擊所有嘅完全，就會導致病痛、不安、憂慮、不信、俾錢財轄制，同埋睇唔見神嘅帶領。人類不再健全，與神隔絕，離開神創造佢嘅樣子。呢個就係罪。罪係生命中唯一嘅問題。人類唔解決呢一個根本問題，反而想盡辦法要得到健康嘅身體，終究係無補於事。無論如何，罪都會吞噬你，無孔不入咁摧毀你嘅生活。聖經上面話，除他以外，別無拯救，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，我們可以靠着得救。從問題中走出嚟嘅唯一答案就係耶穌基督。又囑咐他們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捨，樂意供給人。提摩太前書6章18節。英文將好事譯為 good works， 呢個聽起上嚟同前面嘅行善差唔多，不過喺原文裏面係兩個唔同嘅字，一個係工作，一個係好的，兩者之間有乜嘢關聯呢？好的意思係指有道德、正直、高尚，按着良心行事嘅美好品格。如果話善行係幫助人嘅外在行為，在好事上富足，就係關乎個人嘅內在品格，兩者缺一不可。不過事實上冇人係冇罪嘅，每一個人嘅身上都有原罪嘅屬靈問題。就好似着住一件污糟嘅衫，言行舉止都同罪有關。然而，點樣能夠在好事上富足呢？答案係我哋需要先被耶穌嘅寶血洗淨，使基督嘅義歸於我哋嘅身上，更新我哋嘅內在品格，繼而活出屬天嘅生命。呢個亦都係保羅所講嘅，活着就是基督。唯有生命被神更新嘅人，先至會在好事上富足，按着從神而嚟嘅美善品格去行善、施捨，樂意供給人。